平就10秒鐘。哇，靚到3988天然緬甸 A 貨翡翠，靚到2萬3萬嘅品質都未必有咁厚有咁冰。3988只開10秒鐘，所有嘅姐姐，所有嘅朋友準備靚到咁10、9打就打啦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OK，冇啦，拜拜打得到嘅朋友仔就買到啦，拜拜打唔到嗰啲就買唔到啦。拜拜，冇啦。打得到嘅朋友仔就買到啦，打唔到嗰啲就買唔到啦。係啊3000幾蚊買到呢個正冰嘅佛膏，簡直係不可思議啊！諗都冇得諗，諗你又冇諗啊，冇事，真係冇諗啊，嚇死人！呢個買唔到，子琪仲有靚嘢，嚇死人啊！仲有靚嘢，呢個真係嚇死人啦！話俾你嚇死係，人正常。真係嚇死人啊！你望下，啦，10秒過啦，我知，已經完啦，冇啦。完啦，有冇姐姐想要靚靚嘅飄花手鏈？梗係要啦，俾錢啊！冇俾唔到錢嘅話，俾多錢就冇噶啦冇。噶啦。有冇姐姐想要靚靚嘅飄花手鏈？飄花珠串手鏈。手鏈，高品質飄花手鏈，天然緬甸 A 貨翡翠嘅有種有色嘅羅冰接近正冰嘅飄花手串，要唔要？羅冰接近正冰，而且仲要有冰感、有光感、有種水、有佢嘅潤感，做咩啊？真㗎！我同你講，今晚佢哋絕對唔使瞓㗎啦，佢哋捨得瞓覺。2個月後佢哋包後悔，而且2個月後我都唔一定見你哋，因為好多嘢做。 2個月後我要去展覽會，我流晒汗出差，你啲價錢我流晒汗。唔好驚，呢接下落嚟呢個咧，你仲更加驚。哇！冇問就咩係冰啊呢個字靚嘢，羅冰無限接近高，唔係羅冰無限接近正冰。正冰噶咯嚟啦，所有姐姐準備啦，3、2、1，噔噔噔噔，喎，唔係好靚啫，少少靚咯，啲飄花一般般啦，都唔係好冰啫，咁都唔冰啊？少少冰咯，羅冰往正冰走啊，都唔係飄好多花啫，咁都唔飄啊？得3條，少少咯，只有3條，都唔係好多啫。都唔呢個係好多啫係羅冰往晒正冰啦，偏正冰啦，你哋自己睇，哇！中唔中意先？算啦，都唔中意。中唔中意啊？中意打個1字先，中意打個1，中意打個中1，意打1，中意嘅姐姐直接打1。喂，點解你搬咗咁多過嚟？唔好搬咁多，搬翻啲翻去又唔想上啊！我哋搬翻去，差唔多得。中意打個1字，中唔中意？搬翻去嘛？真係啊！中唔中意？搬返返去嘛睇下我朋友仔先，中唔中意先？放埋呢兩個就拜拜噶啦。呢個幾多咪啊？喂，有朋友仔問幾多咪啊？係卡7咪7咪卡7mm。阿 May Candy 得3條啊咋 ？Ida 得3條。得3條咋？ Ida 姐姐仲有冇啊？仲有冇朋友仔啊？有冇姐姐想要啊？仲有冇姐姐拉佢？冇啊，咁就3條啦。呢啲出邊你知買緊幾多錢啊？咩美號 Kiki 嚟啦！嚟啦！羅冰往正冰唔係，走啦表。姐我想試下。其實人哋嗌正冰噶啦呢條。羅冰咧呢啲咁嘅手串，哪怕唔到正冰嘅手串，呢啲咁嘅手串冇飄花羅冰都要去到5000蚊，係咪先？要啊羅冰唔帶飄花都要5000蚊，白晒晒嗰啲啊！白晒晒嗰啲。冇咁今晚飄花如果紫旗羅冰帶飄花5000以內開，係咪王炸？飄花咧係好罕有。羅冰接近正冰5000以內開，阿姐人可唔可以射一射佢啊？唔使射，綠色㗎，唔使射蘭花，蘭花。蘭蘭花。花直接打，只有3條 TK
TK03加1，自己打，直接打 TK03加包1，你開心到瞓唔着，包你開心到瞓唔着。 5000以內，只期俾你嘅價肯定5000以內，1萬嘅品質你去對標，就係對標一晚都買到啊，咁容易有飄化，買咯，嚟啦寫，2388 crazy 啊，5000蚊唔使，3000蚊都唔使，2388，但凡白嘅你買得到，你睇下。你都可以翻嚟揾。